紧来运动啊！啾咪，看我摕这水管啊，还佫面巾就知影等下要佫来流汗练健康。先来欢迎咱教练一丸。大家好，我是一丸教练。一丸，你今仔日吼家是穿了足娇的，对啊，面巾、水管啊，当然都用得到的吗？都用得到，这水管是起来做重量的训练吼，这像这瑜伽砖，无就面巾，就是来保护咱的骹豆腐，等下袂受伤安尼。安尼足重要的。足重要的哦。其实老实讲啊，即摆的时代真正无简单呢。因为伊毋若是迄个传统的物件爱顾调调，伊爱佫对着少年人的骹步。对，所以咱双脚的力甲练起来，脚会有力吼。对啊，所以咱今仔日的动作拢是甲咱的双脚有关系，有关系对无？系啊，拢总有几个动作？5个，总共5个。5个动作，甲练落起来对。咱开始哦。行稳，好。第一动作是啥呢？桥式。桥。咱要来做桥。好。咱先摕点仔顶面。来。两只脚甲徛在，莫离尻川上远，双手甲放在涂骹面。好，动作开始的时阵，双脚出力打头骹，甲你的骨盘向迄个天棚的方向压起来。好，吐开压起来一个，吸开放落来。第二个，放落来吸开。第三个，你做时感觉到咱尻川的筋肉有咧出力咯。有哦，尻川夹就安尼。放落来，安尼就是3个吼。若伫厝咧做吼，你通做8个到10个拢会使。是。而且我头拄真正有发觉到，我这尻川皮，佫大腿，才有一条迄个足大迄个大筋。对，有咧出力对不对？有呢。而且安尼，迄阿公阿嬷伫厝诶啊，甲阿孙安尼，用个蹦空有无？用个算互动一个。好，第二个动作。第二个动作，咱要做胸背。胸，你是讲喺台湾迄上迄胸？对，伊是涂骹咧背吼，咱双手放喺肩胛头正下骹，骹头虎跪喺骨盘正下骹。是。好，动作开始时阵，甲咱的骹头虎淡薄仔离开涂骹面，吼，一点仔就好，2-3公分安尼。喂。好，保持稳定了吼，咱对向的手和骹向前爬1步。1步。2步。3步，就倒退愈转来，1步。2步。3步，安尼练咱规身躯的稳定啦，会喘呢。对啊，而且头拄仔迄一步，唔免讲足大步的对吧？细步就好。哇，这个运动啊，主要是要练啥啊？其实伊就是练咱规身躯会当稳定，这个稳定性安尼。了解。若是讲时代伊骹就较无力，伊安尼。拄起来，这个骹尖无力，会踹，要安怎哈？其实吼，你安尼话就当卖爬马紧，你就是伫个原地安尼，甲稳定动的就好啊。安尼10秒钟嘛会使哦。安尼。安尼较简单。是，好，安尼过来刷倒来。第3个动作嘛，咱就是做咱的高骹的平衡。好，咱先甲咱水杆起起。来。咱选一只脚徛喺涂骹，另外一只脚甲夹起来伫喺天顶。好，来。徛迄只骹豆腐有微弯，骨盘嘛微弯，是。身躯拍直，好，手甲伸落直了后，甲这水杆伫喺咱2只手之间咧穿直。对，2个、3个，这是练咱高骹的平衡。若较无稳的话吼，其实咱后壁骹会当轻轻啊点伫喺涂骹。了解，安尼较简单，过重量嘛是放喺另外一只骹顶面，是放喺头前一只，好，搁做3个哦，来，1个、2个、3个，若是时代真正骹腿较有力啊，真正用个安尼压起来，好，无力就安尼溜溜啊放的，安尼，我即摆感觉大腿较硬哦，有咧出来哦，有练到啊吼，好，咱第4个动作吼，轻箍。深裤，裤落爬起来。简单啦。对，咱双脚翘开吼，含咱肩胛头平看。是。镜头向头前，咱裤落的时阵，脚头分同胯部做伙震动，像咧坐椅安尼坐落。坐到咱大腿含涂骹面平行，就让徛起来吐开。好，搁2个，徛起来，搁1个。安尼就是咱的轻裤啦。咱互大家看咱的另外一面来，搁2个哦，2、3，好，搁1个，安尼有标准哦。有，
这可能吼对这个排便毛、消化毛帮助袂歹哦，因为吼时代迄个肠啊肠道迄个功能有淡薄仔退化，安尼可能真正嘛应该去。好啊，当当的。对啊，消化会较好。好，过来尾啊一个动作。最后一个动作哦，分腿裤。哦，面巾爱用掉啊。面巾用掉，分腿的意思是一支脚头前，一支脚伫后壁。好，咱先把咱的面巾，若是瑜伽砖放在涂骹。好。另外一支脚徛喺头前，后壁脚甲跪落，吼，跪喺顶面。好，咱来检查一下角度吼。头前脚的小腿爱90度，直直向涂骹。后壁脚脚踏虎骨盘，向头，直直90度。动作开始时，头前脚出力打涂骹，甲家己的身躯安尼徛起来，保持稳定，落去开，徛起来吐开。啊，你徛起来时，头前脚袂当拍死，啊微弯。是。好，搁一个，来徛起来吐开。好，安尼就是咱的分腿裤啦。来，同款另外一边。好，咱换另外一脚。无问题，好。安尼先跪落来，好，保持稳定无问题了吼，咱就徛起来，吐开，嘿，稳定哦，稳定哦，真正袂稳哦。对，好，搁一个，水，哎，这就是咱分腿裤。对啊，对，我感觉这5个动作啊，真正吼。逐工做，绝对有帮助的，对无？有帮助吼。对啊，哦，而且吼，伫厝的，毋是讲今仔日做休一礼拜，啊想着再来做，毋通安尼。安尼，至少做一工休一工，安尼把紧，安尼最爱做哦。好，安尼吼，报道来朋友爱记的，一定爱运动哦。咱后一回再过来，吃到报道到，拜拜。拜拜。